妻对摊子上的农产品充满好奇。我做餐饮第一次看到这个苦瓜切成这样子，可以炖汤的苦瓜干绝无仅有。几步外，卖葡萄的老板娘自备检验报告，诉求安心。我们种的人，我们要自己敢吃，才敢卖给人家。农民自己种自己卖。台中外埔永丰社区里这个农民市集喊出的产地保证，是真的可以让客人亲眼看见。你种在哪里种？这边啊，哦，就旁边啊。有当时就徛后倒摆，还是讲徛地面去，人啊爱菜啊，咱就随便互人安尼啊。缩短了食物旅程，农民直接与消费者面对面，可以说自己的耕种方式，可以讲自己的故事。所以我们从84年以后，这个社区就变成一个多样化的一个面貌。这样，我们东西怎么种，我怎么做啊？比如有些做到无毒，有些做到有机啊，这些我们都是透过我们的农民把我们自己的农产品把它讲出来。在地农民的尝试历经1年多，渐渐看到效果，被水保局列入台湾6大潜力发展社区。现在假日总有慕名而来，想找新鲜农产品的游客。他们有什么种什么，有什么特色，就拿到这边，感觉上是很直接的啦。所以落实地产地销，农夫市集是一个起点，对不对？对。懂事的话很值得学习。黑影干票啊，是你们不嫌弃啊，我们希望借这个机会邀请全省的观众朋友来这个地方来体验农村，享受农村这个一草一木啊，这个地方是一个身心灵可以放松的一个地方啊，欢迎各位。从产地到这个农夫市集，通常只要短短的几分钟，却是消费者肯定农民的一座重要桥梁，也给了小村庄动起来的力量。动吃得好，黑唔甘甜；动吃得好，黑唔甘甜。